佚佗不里面都爱带媒来看到出门旅游带媒，嘛愈来愈侪人会利用顶帮景的平台来注文。一般较出名的就是外国网站。即马交通部观光局要甲政府台湾旅宿网升级，按算月底就会刷新的功能。头一波有超过1000间业者来参加，旅游专家进一步分析，讲外国平台饭店的选择较侪，不管是也有一寡优待。若是咱台湾的网站，就会当来推广在地化，像外国共款，互网友拍分数，安尼。就会当和外国网站来比较。放假想要出门来一撮自助旅行，伫个电脑用手甲读一个网络订房平台，顶悬逐项都拢有，随就会当甲注文落来。交通部观光局即马嘛要甲台湾的旅宿网甲做升级，要来增加这个订房的功能。估计伫个10月底就会当上线。不过伫个一般的旅游专家来甲看，国外的网站同款是较有优势。国外平台的话，就是说它现在功能上面非常的齐备，比方说它你打一个勾哈，你就可以选说，比方说这个评价啊9分以上、8分以上。我觉得最强的应该是评分，就是各国旅客的评分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资料库了。斟酌来甲比拼一下，国外的订房平台全球各地伊的饭店多，也佫有不三时都有促销活动。不过业者上价都要付买2成的手续费。伫个过去佫捌发生会员的告诉这个外泄的问题。若甲对照台湾的旅宿网，头一波估计有上1000间的旅宿会来参加，未来嘛来释出优待。主打是讲无要收业者的上价手续费。官方的网站治安的要求的水准嘛较悬。在今年底的部分算是第一波。那么接着明年，还有第2波。那当然，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会做滚动式的检讨。当地的订房网站永远是这个人脉是最强的，所以希望说我们自己的旅宿网也可以就是搜罗比其他地方更多的住宿。专家认为讲，若是要推广在地化，比较外国的网站，要有网友的评分回馈机制，才是重点。旅游专家建议讲，假使讲若是民众想要抢迄落较俗的，要是爱开寡时间来做介绍的比拼，锁定各大平台无同的优惠，安尼才真正会当较省咧。记者综合报道。